次嚟到勁歌金曲，喺我身邊有陳柏宇，你好。有啊 Migo 你好，陳爸爸你好，恭喜你有第二胎咯。多謝，開唔開心啊？好開心，好開心。同埋呢個超易湊啊，係佢唔會係唔係都喊啊？係喺適當嘅時候先喊嘅啫。佢係餓先喊㗎咋，唔係其他時候唔喊嘅。其他時候唔喊。咁啊好咯。係啊。咁你今次帶嚟一首歌叫《一人傍晚藝術館》，係同生小朋友係冇關係嘅。完全冇啦，仲有好大嘅落差添啊！因為你生咗兩個小朋友，其實已經冇一人傍晚嘅時間啊，一班人嘅藝術館。但係一人傍晚藝術館本身首歌咧，就係想營造嗰個好 chill 嘅氣氛之餘咧，背後想講嘅其中一樣嘢就係enjoy 一個人獨處嘅時候咯。呢個係你自己對生活嘅反射嘅投射咧，定係作曲人送俾你一個禮物咧？作曲人又送俾我啦，之餘啦，我自己本身亦都認同呢樣嘢嘅。OK，因為其實你一定要學識點樣自己同自己去娛樂，先至能夠 fully 咁 enjoy 到你個 life 咯。OK，我見到你最近咧同好多網上嘅平台合作，玩好多唔同類型嘅演出。啲人話你以前就係隱世歌手啦，其實係誤解你嘅啫。唔係，其實以前冇人揾我玩啫嘛。係啦，唔係。其實我不嬲都冇人歡迎㗎呢啲。係啊。咁希望你繼續有多啲唔同嘅演出俾我哋睇下啦。好，好嘛？呢個時候交俾你演出叫做《一人傍晚藝術館》。閃過了舊派意念，冰室裏現樣放糖提煉，開了半面窗，馬路放電，亂發下亦大有詩意，一個人浪遊，一切如雲，像嘗過未走，這美航不要別人給我解構，探索這空間，無法定向地慢行，不需跟餐單，隨我的想法來發辦，最愜意一刻，能夠暫借別放還，混亂過後要自制感嘆。高檔貼地的格調，不需太鋪張，向誰炫耀？即興按着心態沒意料，任意地為我拍張寫照，一個人落場，一切如雲，任由我鑑賞。這美航不過用來給我滋養，探索這空間，無法定向地慢行，不需跟餐單，隨我的想法來發辦，最愜意一刻，能夠暫借別放還，還未到夜晚，你算很晏。被忙碌滿是日程，還是要任性，留白這傍晚為片刻盡情，像存活也需感應，始終需要火花作證，平衡原是有着各種顏色。探索這空間，城市內放任慢行，古典跟新曲和聽海風也隨我揀，細節已翻查，陪我獨個網絡下，還是你亦會洞察到嗎？今個星期勁歌金榜第10位新上榜仍然是愛吳業坤，第9位新上榜鐘藝雲葉巧琳，第8位新上榜少出走姚焯菲，第7位單戀這件小事 Jenny 李幸倪，
6位 Buckfix 冼靖峰。第5位 Misu Aga 江海嘉。第4位同歸於盡泳兒。季軍歌 Liar 谷婭溦。亞軍歌大開眼界嚴明熙。冠軍歌 Believe Us 鄭欣宜。喺我身邊有阿偉璇，你好。你好，偉璇你好啊。你好。今日帶嚟一首歌咧，就叫做高敏族嘅。係。原因係咪真係高敏感族咁嘅意思啊？近年來咧，我哋特別對環境啊，或者對周遭嘅人咧，個感受係特別會豐富咗自己嘅情緒啊。咁咧，我稱之為呢個就係高敏感嘅一種啦。而呢首歌咧就係講呢一個族群嘅女仔喺拍拖時候嘅內心世界咯。咁究竟我哋男仔面對呢一個族群嘅女仔嘅時候，我哋有咩警惕同埋有啲咩醒覺咧？就係幾時都係飲水啊！即係再貼心啲問多啲人感受，佢會覺得你係溫暖嘅。OK，咁感受到你自己本人嚟到講，你係屬於高敏定係低敏嗰個群組咧？我覺得自己拍拖時候係高敏嘅，但係其他時間係好低敏嘅。好，飲水啦，飲水啦，着褸啦，着褸啦。喂，今次呢首歌頭先見到就係好多都係你最耍家嘅跳舞啦，係咪叫咗好多梆成嘅動作喺裏邊呢？係比較係多 old school hip hop 嘅一個舞種喺入邊嘅，咁亦都係大家會跟住超住跳咯。好，阿偉璇啊，遲啲先飲水同埋着褸呢個時候唱首歌俾我聽下先嘛。冇問題。高敏族偉璇。神情或暗示，凡人別有用心，未曾亦發現，觸動是我特徵，能或是氣候，眉頭亦有預感，肌膚會透露，人逐寸感受，潛入去撩動我，藏在心中的敏感就貼緊，就放鬆，明明想張開的腦筋。才能跳過你的崖，張開雙手，你我要嗌，最勇悍的情人才能撲進我的懷。冷呼吸。輕觸感，推開拉鏈的聲音，揭起1000種高質，靈感聚變黑手巾，一開一熄的街燈，交叉彼此的基因。潛入去撩動我，藏在親中的敏感就貼緊，就放鬆，明明想張開的腦筋。和誰亦更肉緊，存在就鍛鍊，感受萬個肉身，恐懼為了動心，飢餓為了一吻。解開捆綁心地粗大，最敏捷的凡人才能看最闊的崖，張開雙手，你我要猜。最勇悍的情人才能撲進我的懷。